台中的成功3月发生着爆炸，4个人死亡，34个人轻重伤，即卖是爱无限期来停业，讲员工的心情受到真大影响。华视新闻独家掌握着成功3月的总经理吴欣荣发予员工的批。伊讲：咱是一个大家庭，伫这个艰难的时刻，咱同在。公司嘛提供着一切必要的协助。当时怀着沉痛的心情，向不幸罹难的同仁来哀悼，嘛希望每一个同仁知影，无一个人是孤单的。未来面对着任何的挑战，拢会做伙向前行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